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6年的4月9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6篇，雅各书第2章8到15节，歌罗西书第4章第2节到15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彼此代祷。前不久受邀为我的学生来证婚，我以真爱台语说今天很疼爱来勉励这一对新婚夫妇，因为圣经里面的婚姻关系其实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要彼此相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圣经以夫妻关系在描绘人跟上帝的关系，在教导基督徒应有的生命就是彼此相爱，爱人如己，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的爱上帝一样。这可以说是基督徒很基本的信仰本质，如同所罗门王他的诗篇他的诗雅歌所描绘的一样，上帝与我们的关系就应当如同这样的如胶似漆的亲密。雅各书第2章第8节到15节，我听见了爱人的声音，他穿山越岭向我奔来。我的爱人像羚羊，像小鹿，他站着在我家的墙面。他从窗口探视，从窗格子里面来窥望。我的爱人向我说话，起来吧，亲爱的，我的美人，跟我一起走吧。你看，冬天过去了，雨季已经过了，郊外百花盛开，鸟儿歌唱的时候到了，在田野间已经听见了斑鸠的声音，无花果开始成熟了，葡萄树也开花放香。起来吧，亲爱的，我的美人，跟我一起走吧。我的鸽子，你藏匿的岩石的洞穴中，让我看一看你的容貌，让我听一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容貌美丽，你的声音美妙。要抓住狐狸，那些捣毁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葡萄树正开着花呢。保罗教导初代教会基督徒要迫切的祷告，不但如此，更应当要警醒，要感谢，并且为使徒们祷告。简单的说，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应该要彼此扶助，彼此代祷，彼此关心。保罗在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当中，在哥罗西书第4章第2节到第5节，他这样提醒道：你们祷告要恒切，且要警醒，对上帝存感谢的心。你们也要为我们祷告，求上帝赐给我们传播信息的好机会，得以宣扬基督的奥秘。我现在就是为了这个工作坐牢的，请为我祷告，使我能够尽责任把这奥秘阐明出来。你们跟非信徒来往也要有智慧，要把握机会。基督徒不但要跟基督徒彼此有好的关系，就连跟非信徒，保罗也提醒基督徒要把握机会，要有智慧，要尽责任。诗篇16篇，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我投靠你。我向上主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一切幸福的源头。上主忠诚的子民多么高贵啊！跟他们在一起是我最大的喜乐。追随其他神明的人招惹无穷的祸患，我绝不参与他们的祭祀，也不祭拜他们的神明。上主啊，你是我一切福分的源头，你掌握我的生命，你的赏赐多么的佳美，你给我的地业多么的令人喜爱。我颂赞上主，因为他指示我，夜间我的良知唤醒我。我时时体会到上主在我的面前，他在我面前身边，我不致动摇。
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稳自在，因为你不会让我下阴间，也不会容许你忠贞的仆人见冥府。你会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在你的面前我满有喜乐，在你的身边我有永远的幸福。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把握机会，与人建立良好而亲密的关系。求主使我们能够尽心的服侍，尽力的爱人，互相扶持，彼此帮助的代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